来咱的政府嘛开始来发这个纾困的补助咯，也毋过有袂少的在地小店头正需要这条钱，但是领袂到。像这个屏东就有一间目镜行。 头家佮员工总也佮强啊两个人，为着要来省开销，所以因的劳健保是去职业工会来投保。但是安尼一来，都无符合到纾困的条件，无法度来清补助。这现生理已经6、7成，佮爱负担着开销，实在砍袂掉咯。头家是无奈流下着目屎。啊，讲即届全台湾提出的纾困申请的3万多件，都超过1万件，是这同款的状况。 一看到有人起来，赶紧来救护。后面的是放大盒。开店做生意，为日时开到暗时，甲算算的一天较无10个人去。像今天的客人，几乎刚才就第一个来买一个抛弃式隐形眼镜，像昨天、前天也几乎都没有什么客人。生意歹，真艰苦，这个蔡老板哪讲哪七目屎。 要缴一些的东西，你基本的开销什么的，可以让我们领到4万块，这样子是不是对我们就影响很大，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了？受到疫情影响，生意减7成，想要申请纾困4.0，因为针对商业服务业的补助是今年5月份到7月份，营收比前年同期减50%，对依照员工数升4万来补贴。因过这间目镜行连负责人在内无超过5个人，真侪这款的企业为了省劳健保的支出，一般 拢会投保职业工会，依照经济部规定，因无都得到补助。这些在跟我们一起照顾我们食衣住行的小店家，要让他们可以纳入纾困，生存边缘挣扎的都能够得到一个人4万元的纾困保障。这摆提出纾困申请的3万几件，全台湾有超过1万件是类似的状况，所以讲立委纷纷呼吁讲，会使放宽标准，唔能好这些小企业在疫情期间像蔡老板安尼，点点啊滴流目屎。